出水个好，将解说两句含你做参考。解说，解文说义。好朋友，咱来讲农业时代，有真侪迄个成语咧比评讲描写世间咱歹势讲出嘴的代志，毋是表面上意思哦，你都要去体会去理解讲即句话伊背后有背后解说用意。头一句咱来讲吼，家己家母毋管要拍麻叶，这咱定咧听哦，无毋对哦，因为家母你管起来。麻叶来加的时阵，毋则加袂去嘛。毋过吼，人另外一句话啦，讲叫做偷家家啊。偷家家啊，感觉家母毋管拍麻叶有牵连，讲有牵连是有，讲无牵连，敢若佫无啥牵连。啊，偷家家咧讲啥？古前头拄我咧讲，毋是咧讲表面的意思，毋是麻叶来加家啊。这敢若一个形容，甲一个描写尔，就是咧讲过去农业社会咧描写女性红杏出墙的时阵，人会讲偷家家啊。啊，原因对来。你哦，国情吼，搁再科考甲研究啦，总是今日要招你互相来探讨的，拢是甲这有牵连。即个一句四字的成语，啊，拢毋是咧讲表面上的意思的哦。过来第二句，原来甲这有牵连，讲做烧圆仔汤。啊，国情我知，即马吼，两间公司拢要来标政府的工程，表面上资格审查拢通过啊，4、5间来竞争，剩恁即2间通过尔。大家吼，毋通压手板。唔通硬查拍硬钱，唔通对价啦。规气吼，咱来悄悄的啦。政府的工程你要标100项，我嘛拍算吼，要写一个100的啦。咱两个规气330亿，100嘛卖写，100嘛卖写啦，甲写1亿就好啦。迄8000万就得标啊呢，你若写1亿吼，就足有通好趁啊。啊，你再拨2000万来，互我小可食一个烧，食一个冷呢。简单讲，倒啊下伫咧抄代志。人即马现代人讲的工程围标，就是叫做烧圆仔汤啦。啊，这原理对倒来，一人一岁，国情今日时间的关系，咱慢慢会谈遮解说。有人讲这对日本话来的，过来第3句，咱民间流行一句话，讲做猪仔拍死才讲价，这就是表示讲猪仔拍死，你就无才调甲人讲价啊。毋则共款用这来比评死猪仔价，就是永远计数都无调整啦。这个月甲你领5万，下个月嘛甲你领5万，但只甲你做10几档，你毋捌甲我升甲1甲5厘，安尼叫做死猪仔价就对啊。过来第4句，原来共款甲这有牵连。咱原来吼爱用头壳来甲幻想一下，才知影讲伊原理对倒来，因为伊毋是咧讲表面上的意思。这句讲叫做线巴肚边，线巴肚边要创啥？煞毋通较早的人。用钱卷，甲规卷钱卷掉咧，下伫咧巴肚边。即马吼，你若去甲线巴肚边，线巴肚边伊个钱就落落来啊！你这就是咧解说讲吼，去讲卡油就对啊。吼，原来今日短啊讲4句的原理，拢毋是咧讲表面上的情景，咧讲即句话后壁佫有无共款的解说。所以台湾话丰富，台湾话深入，台湾话内涵会遮尔精彩，就是有即个话伫咧发挥啦。